继续来看海巡署侦办中华做私分的工厂，查出着案外案。讲发现遐个私分厂的负责人，拢是找无头路的家友，也则是假收入户来做人头，所以罚金1亿外，因根本无在调纳，将做国库的拍销。另外，佫发现有海巡的侦查员甲家友来交结，并绩效诈领奖金。其中一个涉案的侦查员已经互免职，另外佫有2个是交保调职。啊，是毋是有佫较侪人涉嫌着内神通外鬼？是即摆追查的重点。所上大典馆有几多卡想法，内底拢是走私分。海巡署甲警方伫中华私分工厂查缉私分，有公路一队员地方政府向财政部申请奖励金，国科署也发新闻稿，明年2023年查缉私分的绩效达到1700多万包，市价超8亿5900万，比前一年加11%。也毋过，法务部执行署彰化分署的执行官比对资料，发现9位私分工厂的负责人拢是无工课的家友，或者是假收入户做人头，根本就无在调纳出1亿罚金。互采罚的对象，甚至佫有共一个负责人出现过6摆，怀疑是犯罪集团的人头。本分署立即启动内部调查程序，全面稽查及加强法纪的教育。地检署甲廉政单位查出海巡署的侦查员甲员警查缉的奖金，1年发放8000多万。集团保纳制造分的机械也无毁掉，搁登去到私分集团的手头。国科署回应讲，私分案是判决决定后，由地方政府提报奖励金。针对机械移出互不法的集团收倒回去，重新利用这点，将会加强督导。啊那海巡署的查缉人员敢若含私分集团交结诈领奖励金，将会请地方政府调查受处分人的情节。本分署将于明天6月11号届满3个月的时候，依法予以免职提议。家友甲假收入户假做人头诈领奖金，互采取的罚金提袂倒来，可能会变拍销。交假集团涉案4任海巡的侦查员，互法院裁定羁押，6月11已经互免职。另外，4楼甲4王的侦查员交保了后，除了互调职，也列为态度的对象。后续爱个追究主管的责任，敢也有人内神通外鬼，将会扩大追查。Hello， 我是庄慧琪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